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能够会使搁一摆来组织伫伊的圣殿来敬拜伊。毋知各位兄弟国外者正前迄几工有暗时也是透早有听到，敢若有人咧拍鼓无？伫厝里拍鼓的声，迄其实是迄其实是春雷啦，春雷，迄免惊迄是春雷。我细汉的时阵嘛是差一点仔，互人号做场，种春雷啊。上主啊，早起时你听我的声，早起时我对你恳求，搁听候。毋过，因为你丰盛的慈爱，我会当入你的殿，心存敬畏，伫你的圣殿敬拜。咱同心来学咯，信诗308首，阮要唱歌来学咯。请起立。要唱歌来学咯，学咯上帝奇妙的听。要唱歌来学咯，学咯上帝一生的名。阮要唱歌来学咯，学咯耶稣无比的听。阮要唱歌来学咯，学咯耶稣尊贵的名。对你出来的所在，伫到日落的大海，阮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实到万代，阮要唱歌无人知。阮要唱歌来学咯，学咯圣贤甜蜜的听。阮要唱歌来学咯。学咯星星宽灵的名，阮要唱歌来学咯，阮要相为的上帝，阮要唱歌来学咯，学咯全灵全地上帝，对你出来的所在，伫到日落的大海，阮要唱歌无人知，你有丰盛的慈爱。你的信实到万代，阮要唱歌无人知。
为着听摒空家己的主耶稣基督，阮恭敬来到你的面前，阮要用你教示阮的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色加咧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做伙来启应，来用启应的方式来读诗篇第119篇，启应文第29篇，诗篇第119篇，伫新圣诗1051页，1051页，我来启，请兄弟来应。行为无通指责，先我尊敬上主的这款人真有福气，听叹上主的教示。专心寻求你的人，这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纯洁？着遵行上主的话。上主啊，我要专心找求你。求你予我无偏离你的带领。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碎去。求你照你的应允，互我恢复元气。求你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是阮甲是我的引导。求你互我袂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线到永远。求主，互咱会当听道理，搁去实行道理，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今日伫你的面前自责，满心感谢阿乐，你是掌管万有的主。对大灾这期到现在，你的信息无煞，无论是3月15号基督会所思想的 AI 决定好人甲歹人，甲信仰甲行为需要一致，也是4月5号，搁偌济主理基督会为莫将道德至观点建立伫别人的苦难顶，甲伊人伫压迫中兴起的福音成者，这拢所献的祈祷。今仔日，阮拢将这信息甲廖传道所要传讲的腓立比书第4章11节到13节，以及传道要讲题，无论经有好歹，甲行同行，亲亲连结做伙。使徒保罗伫监狱内学晓，不论啥物群有，无毋知足，嘛得到秘诀。踮伫想事我口内的，我事事拢话。主啊，求你今仔日开我的心，互阮伫任何群有中，拢会当甲你同行，活出知足甲喜乐的性命。
天父上帝伫这 AI 快速发展的时代，人用演算法、用资料的偏误来决定谁是好人，谁是歹人。但是你的话清楚甲阮讲，真正的善恶毋是由机器来判断，是由你公义的眼光来准则。无论阮今日的群舞是丰盛也是欠缺，是互 AI 定义，也是互世界忽略。求主帮助阮，无互世界的标准捆绑。像保罗共款，伫任何境况中拢倚靠基督得力，活出真正的自由甲知足。主啊，我嘛要继续为将道德建立至观点，建立伫别人的苦难顶，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阮常常伫别人落伫卑贱、欠缺、痛苦的时，徛伫悬的所在，指指点点，将别人的苦难当作家己道德的钉脚石。求你赦免阮即款的自义的心，就像保罗家己嘛处伫骄傲的歹群舞中，有缘合适。知足甲感恩，求主教示阮伫家己的软弱中谦卑落来，合适甲人受苦、甲受苦的人同行，无搁将道德至观点建立伫别人的目屎顶，是伫任何的群舞中拢甲上帝同行。特别，阮嘛伫庙会，伊人伫压迫中兴起的福音行者，献上感恩甲祈求，伫升学时政权的极权逼迫之下，你却伫伊人兴起千千万万的性命归向基督。清真寺关门，穆斯林伫梦中拄着耶稣，地下教会爆炸性的增长，这正是歹群舞中甲神同行上活泼的成者。主啊，就像保罗伫罗马教内写落一段喜乐的经文，求你嘛互伫台湾的各种压迫、挑战、困难中，看见同款的福音行者，无论职场的压力、家庭的困境、社会的风险，也是敌国的威胁，拢诚做你献出大能的机会，互阮伫歹群舞中袂失志，是我靠主大大喜乐。最后，主啊，求你继续帮助阮信仰甲行为一致，毋通只伫礼拜天讲，点伫想事我开力个，颠倒伫周间的日子，活甲信仰完全脱节。求圣神每工提醒阮。知足毋是口号，是每工伫好歹群舞中，用实际的行为来倚靠你、顺服你、荣耀你，互阮的信仰甲生活完全一致。天父，求你今日透过传道的信息，透过诗歌，透过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参与，大大望着固定教会，嘛望着每一个伫遮聚会的人的心。互阮出去的时，拢带着无论群有好歹，甲神同行的决心甲力量，像保罗共款，得着得着的秘诀，嘛活出基督加互阮的力量。这一切的祈祷是靠阮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主听我的祷，主听我祈祷，阮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困求的声。腓立比书4章11节到13节，伫台语汉语本新约228页，伫台语汉语本228页。我讲安尼，毋是为着用无够的
缘故，因为我已经学习，不论虾米群语，无毋知足。我知影点字必争，也知影点字富足。或是饱，或是枵，或是富足，或是欠缺，凡事我拢老练。点字想使我快乐的，我事事拢会。愿主赐福将伊话刻伫心内的人。兄弟姊妹平安。真欢喜今仔日会可以当倒来伫兄弟姊妹中。感谢主，昨下晡教会为着我的老母就是廖牧师娘举行90岁的感恩礼拜，有诗歌，有勉励，有祝福，有庆生。阮一家真正拢足感恩、足感动，感谢大家的疼心，嘛希望应邀会当归伫替天的爸。感谢主，今仔日阁有一摆这个机会，伫遮甲大家做伙礼拜，会当伫遮甲大家分享信息。今仔日的题目伫遮，大家有看到是讲，无论境遇好坏，与神同行。开始的时阵，咱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的爸，阮感谢你会知影伫遮会当互阮用心神甲信息来敬拜你。主，阮伫即个地上
真正毋知影明仔载会发生啥物，我嘛毋知影下晡今仔日会发生啥物，有顺境有逆境。毋过阮知影一个无变的事实，就是你主、你的疼、你的爱无改变，你时常甲阮伫咧。以马内利，就是你甲阮伫咧，你照顾阮，你引带阮，你祝福阮。今仔日互阮搁一摆伫即个多变的世界中，会当搁来仰望阮伫天顶的爸，嘛希望会当知影你伫阮逐个人心上你的心意，互阮不管生活、生命、阮的环境、处境是安那，拢会当照你的心意。来为着主，你来活，求主祝福今仔日阮伫遮要分享的信息，嘛，互阮知影讲你伫阮逐个天关的心意。阮的恳求感谢，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昨下晡伫遮有迄个庆生感恩礼拜，毋过我听讲昨会知影有另外一场，就是咱教会的新人伫遮结婚。我昨下晡有小可。开一个玩笑，讲我伫少年囡仔的时阵，阮爸爸妈妈伫遮无花，我毋是做爱参加婚礼，因为我参加了后看大家真欢喜。毋过过一站时阵，个迄个新郎新娘，个有人会敲电话，半暝敲电话来阮兜吼，讲吵架要安那？我记伫当知影讲，阮爸爸妈妈安尼常常半暝个爱拼去遮个拄啊结婚的遮个夫妻中间吼，互我对细汉就是对即个婚姻做悲观的吼。因为咱拢知影讲，咱厝里有喜事，足少找无事无师娘。毋过若有 trouble 吼，若有麻烦，拢会来找无事无师娘。其实无事无师娘嘛，足需要听到大家过了真好安尼吼，互阮大家有一个鼓励。毋过昨下晡。伫遮咧庆生时，阮知影讲会知影有一个婚礼，我毋知影顶一摆带你大家去参加婚礼的时阵，你的印象是啥物货？我看即马大家迄个婚礼拢无共款，毋过有一个少不了了，一定有诶，就是新人要交换誓词。交换誓词，有的誓词是好像那种拢小共无别改变的。我捌参加过一个婚礼是因家己写的吼，家己写甲对方讲要安那，那听了拢真感动。毋过知影想看觅讲即款誓词，大部分拢是安那开始，就是无论 no matter what， 无论什么顺境逆境。好，然后呢，高峰有山，然后有谷，然后有成功，然后是失败，当然是富裕的时候，是贫穷的时候，好，咱勇敢的时阵，毋过咱原来有软弱、有破病的时阵，是健康，好，是破病，也是快乐。也是有优秀的时阵，咱若想着咱家己的婚礼，也是讲参加人的婚礼，咱拢讲，无论如何大家拢知影上尾迄句话就是讲，我总是什么爱你 ，I always love you。毋过咱讲是安尼讲，知影讲这毋是足简单的一件代志吼。咱拄着逆境、低谷、失败、贫穷、软弱、疾病、忧愁，还要能够彼此相爱不容易。毋过兄弟姊妹，我看即摆的世界、即摆的社会，倒手边原来无简单嘞。有足侪家庭，毋是拄着正手边的代志出问题，是因为啥物货？顺境高峰、成功、有钱。勇敢、健康、快乐的时阵，有当时这个婚姻翁仔某出问题，行不入去。咱人的爱听真的是很有限，真的是很有限。每次婚礼都会听到，或是读那段《哥林多前书》13章，大家都会读，都会唱。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大家都会唱，都会背，逐摆参加婚礼的时阵，我太太也都会坐在旁边说，哼，你看，
好像做不到。以前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教条，是一个律法，很难做得到。直到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牧师跟我讲，哥林多前书13章咧讲的，不是律法，而是讲你一定要照安尼做。伊咧讲的是一个愿望，安怎讲是一个愿望呢？咱的人的爱是有限、有条件，是会改变。不过，以哥林多前书13章咧讲迄个爱是上帝的疼，所以伊咧讲的保罗咧甲咱讲是讲啦，甲这个上帝请来踮伫咱的心内，咱会当用上帝这个无改变的疼，会当去疼咱边仔的人，咱的家人，咱边仔遮的人。所以这是一个愿望，不是一个教条。差别就是讲，咱是靠家己想要去爱人，还是用上帝的疼，伫咱心内这个疼来爱我们周边的人。当我们爱不下去的时候，懂不懂得跟神支取他的爱？其实，头我互大家看这句，当然是常常婚礼顶悬咧念的话，不过真正无改变。讲不管是顺境逆境、高峰低谷等等等等，我总是爱你。这句话其实是咱天顶的爸咧对咱讲的，对上帝的囝儿讲的。不管咱的代志拄着是啥物货，不管是健康，不管是病痛、顺境逆境，有当时咱家境袂歹，有当时互人拄着啥物代志，上帝讲，我总是听你。所以今仔日这个题目讲，无论境遇好歹，我对细汉伫教会中大个知影迄条诗歌，较定咱要唱迄条歌。无论境遇好歹，变化无定，啥物货，上帝咧照顾你，上帝咧照顾你。不过今仔日呢，咱知影讲伫这个山谷。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地。咱上帝的目睭时常看过迄个地，不过咱知影上帝甲咱同在，伊咧看过咱。不过会知影遮要甲大家分享的是，毋是上帝的部分，伊咧照顾咱。不过咱要安怎过？这今仔日用读过大家读过保罗。伫个腓立比书内底，甲咱写的30个经节，咱除了知影讲上帝甲咱伫地，上帝的疼，伊的爱无改变以外，咱要安怎过一款境遇好歹？即嘛是真正，大日要安怎过，拢毋知影。我会记即讲228迄阵，拜六起来讲。开始战争，这是真正想袂到的物件。即摆已经3-4礼拜过去，过来要安怎，咱嘛毋知影。咱真正毋知影要安怎过，毋过咱希望会当对保罗这30个经节来学讲，咱要安怎过无款的境遇，要安怎来过。第一个就是头我讲，我无论在什么情况呢，伊遐讲我都可以知足。讲这是我已经学会的。咱华语有一句话讲知足什么常乐，如果不知足呢？不常乐，常不乐，乐不常，都对哈，都对。但是问题，我们知道要知足常乐，但怎么样才能够知足常乐？我是刚刚知足不是咱的天性。我们的天性都是有了还想要更多，有了还想要更多，这是我们的天性。但我以前有一个错觉，我想说，咱闭着上帝的囝儿以后，我就自然会知足了。后来才发现不是这样。保罗甲我讲，不是咱变上帝的囝儿可以当知足，伊讲这是我已经学会爱恶。咱是基督徒，咱是上帝的囝儿，不过咱伫逐日的生活，像保罗伊讲爱恶，咱嘛爱恶，讲要安怎知足。
第一个是讲对凡事谢恩。咱拄着足侪代志，拢会想着讲上帝旨意到底是啥物货？上帝旨意到底是啥物货？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甲阮讲真清楚的3点，伊只讲上帝的旨意是啥物货？常常欢喜，着祈祷无说，甲凡事啥物货？感谢，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所以咱咧想着讲，到底拄着足侪物件，毋知影讲上帝的旨意是啥物货时阵。真正见无好歹，我拢毋知吼。拄着遮个代志，毋知影上帝旨意的啥物货是啥物货的时阵，咱爱做那3件事情：常常喜乐欢喜，啊，无停的祈祷，啊，上尾一个上重要啥物货？凡事谢恩，凡事感谢，凡事感谢。这是咱爱学的。咱伫苦难中间，拢想着讲啊，常常苦读、苦读哈，不住的忧虑，那烦乐，凡事抱怨哈。这是咱常常咧做的代志，常常苦读，不住忧虑，凡事抱怨，毋是。咱爱学的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然后凡事谢恩。这个谢恩毋是讲为着发生的代志来谢恩。咱破病。毋是讲啊破病感谢主，啊咱车祸感谢主，战争感谢主。其实这个英文这个翻译讲 in all circumstances， 就是咱头过来讲这2字境遇，不管境遇好歹，毋是讲为着这发生无好的代志来感恩，就是讲不管咱的境遇好歹，咱凡事凡境遇。都要谢恩。那所以第一个呢，知足的秘诀，凡事谢恩。拄着什么款的环境，病痛也好，像这个战争开始，咱股票往下跌也好，毋是底下讲啊，他过来讲的凡事抱怨、忧虑、苦读，毋是，是喜乐、祷告、谢恩。所以我们从谢恩开始。第2个呢？咱爱顺服，顺服个嘛是另外一个足歹学的一个功课吼，顺服。毋过大家拢听过迄个约伯迄个故事，约伯伊足有钱，伊的囝儿足济，啊，真正过了足互上帝祝福。咱人咧看上帝祝福的生活，健康啥物货拢有。毋过一日内底，因为这个魔鬼迄个。魔鬼来到上帝面前，甲上帝讲：“你看约伯会敬畏你，是因为你给伊的祝福。你若把伊的祝福摕走，他就不会敬畏你。”神说：“好，看你要怎么做，但是不可伤害他。”咱知影讲1天之内，他失去所有财产，失去所有儿女，失去他的健康。失去跟他的妻子本来的这个关系，他妻子嘲笑他说：“这样的上帝，你还要敬畏他、敬拜他吗？”1天之内，咱唔知拄着他我所讲的，当他拄着一件，我们就已经很不得了了。他是同1天之内全部遇到。啊，唔过伊讲对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伊讲啥话？赏赐是耶和华赏赐，退去是耶和华退去。伊讲着学了耶和华的名，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常常久而久之，咱袂记去讲，咱即马所有的一切是对来，是上帝赏赐。咱拢想讲，这是我家己去努力、去赚来、去靠我们自己去努力去得来的。咱想讲是咱靠个家己。不过咱想看卖，我们再能干，只要一生病，只要一中风，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不要说我们赚来的东西，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连我们的健康，连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再想一次，从哪里来？是从神那里来，不是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常常以为说，你看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我们的学历、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业我们成就，这没有一个真正是咱真正靠家己来，迄拢是上帝赏赐的。既然是上帝赏赐的，有一日伊若要退去，当然像约伯的故事，迄不是上帝退去，迄是上帝容许。我们常常以为刚刚的故事是那个恶人，是那个大自然的灾害，是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会把这些怪罪在我们周围的这些事情，我们追根究底，他一开始就说魔鬼是先到神的面前，是神所容许，所以赏赐的是耶和华，然后呢收取的退去上面人退去是上帝容许这些东西被拿走。我们今天不管有多少，我们听到很多这世上很有钱的亿万富翁，有一个亿万富翁忽然有一天心脏病发走了，他们在闲聊说，他不知道留下多少钱。他说我知道他留下多少钱，多少？所有，我们带不走半样东西的。不要说我们碰到这些灾祸灾难，我们在这世上有一天我们的生命气息会结束，神取走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所拥有的这些呢，也都没有了，不会带走，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所以我们要学习过一个顺服，上帝有伊好的旨意，伊有伊的时间，伊有伊的方式，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我会记得我拄去美国读册的时阵，我在北卡州大。第一个很大的 culture shock 就是周末的时候，他们有足球比赛，他们在那几万、5、6万人的球场，他们在打美国美式足球。我就也被吸引了，也常常在看，有去现场看，有在电视看转播。但是一个周末，我听到这个新闻，在一个比赛结束了之后，比赛大家都欢呼、喝酒、喝醉，就回家在散场，车子在离开的时候，有一对老夫妻，他们车子轮胎破了、抛锚了，就停在那个地方。后面有一个大学生，我们学校的大学2年级。他看到他车子坏了，就下来很好心说：“你们不要动，我帮你们换轮胎。”所以在那边帮他换轮胎的时候，后面有一个酒醉开车的人就把他撞死了。我们听到这个故事，听到这些信息，都很难过。1个礼拜之后，他是基督徒，举行追思礼拜。电视上有在播这个追思礼拜。那时候对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因为我会记得在台湾参加，不管有信主无信主，那是讲在葬礼的时阵，大家都非常悲伤、流泪、难过，说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个追思礼拜，他爸爸妈妈参加，好像在参加一个庆生会，而事实上他们说这是庆生会，因为他们用英文说 celebration of his life。他说上帝给我们这个囝，咱有机会跟他做伙20年的时间，为着这感谢主，为着他离开这个世间，是像耶稣基督相同，为了别人，为了爱心牺牲，然后失去他的生命，他们为这些感谢神。那是我刚去美国的各位一个很大很大的震撼，因为跟咱普通的葬礼，还是讲甚至基督徒的追思礼拜，完全无同款。因伫迄个葬礼当中，嘛是讲一句话：感谢主，伊赏赐予咱这个囝；感谢主，伊即马已经甲这个天父做伙，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知足？顺服上帝伫咱内底，咱亲像伊的心意。上尾一个顺服知足的秘诀，就是讲神的恩典
够我们用。咱若欠亏的时阵，拄着生病，拄着什么款的代志，唔通袂记住神的恩典怎么样？够我们用，够我们用。保罗他跟神求3次把刺拿掉，神有没有拿走？没有，就为的是要提醒他，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其实大家看我今麦徛伫遮，我对细汉看阮爸爸徛伫讲台伫遮咧讲道，我看伊咧讲道，我心里想，我绝对不要站讲台。我是一个很内向、很害羞，用现在的话，我是很宅的一个人。我拄着人，我袂跟人打招呼，我不会。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很悲观的人。不过唔知影为着啥物会，以后我去美国的时阵读册的时阵，有机会开始服侍，甚至更有机会开始站讲台。大家是看袂到我的脚拢咧发抖。我的个性是这样，连昨天上来要致谢词。不知下来祝福下的人吼，伊讲因紧张，我嘛做紧张的。起来唔知要讲啥物话，啊，有人即摆也搞讲，看不出来啊，中信看不出来。我说我现在是比较会装，我装作不紧张，我还是很紧张。唔过学到什么？恩典够用，唔是讲我要讲啥物话，那上帝互我有这个机会，希望我会当讲清楚。然后上帝来做工，神的恩典够用，不管在什么样情况，什么样的人是真正富有的人？他过来说，那个人走了，什么都没有带走。但是什么是真正富有的人？其实不是有钱、有势、有权利、有世上这些事情的人是最富足的人。我听过一个人说，以现在拥有为足的人是最富足的人，即使是粗茶淡饭，以现在所有的为足的人是最富足的。去吃那个很贵很贵的宴席，吃了你一个底下的响，一点都不富足，一点都不富足。所以我们这个足，一个是满足。神会让我们满足，但是一个是足够，就是这边讲的，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够用的。好，所以我们虔诚加上知足，不是看我们拥有什么，而是怎么去看我们拥有什么。我们希望学习，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特别看看这个经文的英文的翻译。is itself great wealth， 就是我刚刚讲的，什么是真正的富足？不是拥有天下的人。如果他觉得这还不够，还要继续去打，不管是亚历山大，不管是拿破仑，不会知足的，不会快乐的。但是我们如果知足，它是一个 great health。所以知足从凡事谢恩来。知足从顺服神的旨意来，知足从凡事相信来。我们希望能够过一个知足的生活。我们一起学，我们一起学。第二个呢，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况，我们要为神忠心来管理。我们刚刚所看的这段经文，腓立比书，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怎么样知道处丰富。饱足、饥饿、有余、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们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是秘诀，我们看看它的英文 I have learned， 哇，这个字又出来了，是怎么样？要学，要学。我感谢神，过去在我们的人生，我跟玉芬，甚至我们廖牧师家的，真的是有很多的 up and down。都经历过，但是在这当中，我就感谢神，是让我们学这个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呢？这个秘诀是什么？我们一起来思想。不过在想这个秘诀之前，我们先来讲一个人。我看到这个经文，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旧约的一个人物，叫做约瑟。大家记不记得约瑟？他本来是他父亲宠爱的天之骄子。一夜之间被他的哥哥卖了当什么奴隶，
本来是在家，被卖到一个他完全不知道语言、文化、环境都不知道的埃及去做什么奴隶。他忠心的为他主人做，后来做到家里的总管。但是为了一件他不肯做的事情，主人的妻子勾引他，他不要，结果他被用这个他不愿意做的事情的罪名被下到监牢里面去。他碰到国王身边的大臣，他以为有机会平反，结果呢，那个人回去之后石沉大海，不知道明天是如何。不过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有一天我不知道他那天怎么开始的，忽然法老王就来找他去解梦，然后成为埃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家都知道他的故事，对不对？你看有没有高山，有没有低谷，不断的高山低谷，高山低谷，甚至他做了宰相之后，神让他启示他们会遇到的是什么？7年的丰收年，接下来呢7年的什么饥荒年。我们人生当中，我觉得自己很顺利的时候，就以为会一直顺利下去，不会。我们以为我们在很困苦的当中一辈子就完了，不会。我们的人生是有高山有低谷，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做？这个时候法老王看中约瑟，因为他是一个有聪明 wise 有智慧。智慧不是人的智慧，智慧是从神来。这世上有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智能，这是这世上的智能，但是有从神来的智慧。从神来的智慧才会知道是非善恶、价值优先、生命意义，这是智能不懂的。但是他两个都从神那边得到装备来治理当地。我所谓的治理，回到我今天要讲的这个秘诀是什么？这个秘诀就是刚刚所讲的，我们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我们以为神赏赐给我就是我的。所以以前听过这个故事，一个小女孩要去教会，她妈妈给她2个铜板，然后跟她说，你一个可以买糖果，一个可以奉献。她很开心的在路上走，一个铜板滚进水沟了。他顿了一下，他说，感谢神，奉献的那个掉了，我买糖果的还在。以前我从小在教会，爸爸妈妈他们都这么做，我也这么做。怎么做呢？11奉献。但是我那时候的想法是，神啊，我这个1/10奉献给你，我不动你，这9%是我的，你不要动我，我爱怎么样花我就怎么样花。但是一直到后来才发现，10%、100%都是谁的？都是神的，都是神。秘诀就是说，我们以为我们失去。刚刚讲到那位父母，他的儿子被神取走了，他说感谢神托付我们这个儿子20年的时间，但是神收取，因为他们的秘诀是什么？他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我们的，是神所什么托付。高头好烂。我们常会讲说要信靠神，信靠神，英文说 trust God， trust God。弟兄姐妹，我们在信靠神、信任神之前，神先信任我们。给我们生命气息，给我们能力恩赐，给我们家庭环境，我们一生当中这些都神不断的托付给我们。但是问题是，我们是可靠的吗？ Are we trustworthy？ 我们像5000、2000、1000的仆人，主人到外国去了，这5000、2000他们都还认知这不是我的钱。今天有多少人以为，主人不知道会不会回来，可能不会回来，这钱是谁的？是我的。所以那个主人回来称他们是又良善又忠心。如果我们认知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股票掉下去了，是我的股票吗？不是，我们只是管家管理的，我们是 manager 经理，
我们为神在经营的，这不是我的钱没有了，这是神的钱，我们要怎么用？等等等等，这些我们不管是恩赐、才能、我们的时间、金钱，甚至是我们的健康。以前我觉得说健康不重要，现在年纪越来越大，健康很重要。但是健康很重要，不是说我为了要活得很长久，不是，希望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可以服侍神。神的时候到了，我们息了这世上的劳苦。因为这一切不是我们的，这一切是神托付我们的，只是我们有没有用这些来侍奉，而且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是服侍人。我们都拿这些来服侍自己，我们随便爱怎么样用，当然我们进步一点，成长一点，我们去服侍人但是服侍人当中还要人家的称赞，人家的如何如何，但是我们要到一个程度，我们有一个舞台在这里。我现在渐渐学会这个舞台，以前会在意台下的人，现在我一直在提醒我自己，这是看一本美国的属灵书籍提醒我的。我站在台上只有一个听众，一个 audience， 谁？神他自己，神他自己。我怎么预备要用什么样的信息，用怎么样子来讲，不再像以前会很在意别人怎么说，我只在意我的主人要我怎么说，要我说什么，怎么样来说，然后别人称赞，别人批评，我重要的是服侍主，不是什么服侍人。对人要有爱心，但是我们真正服侍是服侍我们的主，用手中的纯正心中的纯正跟手中的巧妙。刚刚我们讲到约瑟，其实还有一个人叫大卫。大卫年纪轻轻，那时候的先知撒母耳就来膏他。大家知道膏他为王之后，他过了几年才真的做王，22年。他当然打赢歌利亚，但是打赢歌利亚之后呢，逃亡扫罗就开始追杀他。他也是好像 up and down 他的生命，到他做王了好像是不是都一切都好了呢？不，他自己也跌倒犯罪。后来他的儿子叛变，那个亚撒龙，他还得逃命，他老了还得逃命。但是他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人家以为他那个歌利亚那个石头是神机，或是说运气好，不是的，是他在做牧羊童的时候，他要保护他的羊，他就要怎么样？每天练那个甩石机，他练就这个手中的巧妙，是因为他心中一直对神忠心，他忠心的牧养他的羊。这是我们今天盼望学的，不管境遇如何，真的顺境逆境。我在美国昨天勾下诗班在唱的那一首歌，我听了眼泪快哭出来，不是说很好听而已，昨天真的唱得很好听。那首歌我在美国也带过每一个音符，每一个钢琴的每一个音对我是熟的不得了感谢神，我在美国有20几年带诗班，翻译诗歌，写诗歌。但是当2012年那时候我变全时间传道之后，就没有机会在诗班服侍了。我现在换了跑道，在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为神过去在不同的时候，让我用不同的方式能够服侍他，感谢神。我现在每次回到我的母会，诗班班员都说：“哎呀，回来再带诗班，然后你会不会想念我们？”是啊，会想念但是我知道今天神的托付不一样，所以我们真的是回到神面前。那以前我在带诗班的时候，常常说：“哎呀，来参加诗班，参加说我不会唱。”我们最常讲的一句话是什么？有心就好，有心就好。弟兄姐妹，这句对一半。怎么说对一半？有心的话，会去训练手中的巧妙。
有些人很厉害哦，手中非常巧妙，不一定有心，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啊。恩赐很好，但是他没有爱神爱人的心。但是即使我们是有爱神爱人的心，忠心，但是表示我们要因着忠心，像诗班今天早上他们一大早就在练习，昨天我们下午来的时候七星中会他们也在练习。我们要练习，我也是希望我站在台上能够有更多的装备，手中的巧妙来帮助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不断学习的。良善忠心，良善是爱人，忠心是爱神，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哈。因为我们如果良善不忠心的话呢，我们会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时间、金钱、资源善随己意，用在自己所爱的人身上。我们良善哦，我们爱儿女哦，我们就把神托付给我们的都放给谁？我们所爱的人身上。但是我们忠心而不良善的时候呢，我们会为神努力侍奉，但是没有怜悯，没有爱心。所以神一直要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因为缺一不可。一个是对神的爱，一个是对人的爱。所以我们不管境遇如何，希望我们又良善又爱心，又爱人又爱神，又有神的智慧，又有神的智能，忠心管理，我们做一个值得被神信任托付，英文说 trustworthy 的人。好，我们很快进到最后一个。无论什么情况呢，神要我们忠心管理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成为神祝福的管道，祝福的管道。彼得他最后是被钉十字架，但是被倒钉十字架，这是我以前从小就知道，但是直到看了《暴君焚城录》那部电影才知道说，其实那时候当尼罗王在烧这个罗马城，基督徒开始被逼迫的时候，彼得是有机会逃走的。但是走到一半，他就看到耶稣跟他显现说，记得那时候你说我托付给你要照顾我的羊。耶稣在加利利海边3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他想到这个，他回去，他在监狱里面成为祝福的管道，安慰陪伴，甚至他在那个时候为主殉道。当然这是电影在演，但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是，我们不管境遇如何，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不是说有才能够给。我们常常照顾新生，我们在美国照顾新生都是要接机，请他们吃饭等等等等，我们是在上，他们在下面。但是我一直想到，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他是坐在井旁，又累又渴，然后跟他说什么？给我水喝，给我水喝。不是我们一定要站在上面很丰富去帮助人，才能够成为祝福管道。不管顺境，不管是逆境，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我对这个经文也是很大的震撼。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去，这是悲剧啊！我们不愿意见到啊！我们都在为台湾祷告啊！我们不知道台湾前途是如何，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彼此鼓励，前途如何在神的手里，神掌控一切。如果神容许像他们那时候的以色列人被驱到外邦去那个，他说，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个城，外邦的城，你们所恨的敌人的城，你们也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得平安。它的英文另外一种翻译要 work for the peace and prosperity， 即使变成流亡了，还是继续为了那些人的平安，心理上的 prosperity， 物质上的。以色列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600万人被屠杀，
但是我们听过多少故事，在集中营里面，在荷兰的那个衣橱里面，各式这些，在这样的情况，他们还是成为神祝福的管道。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那我们被掳到那城的时候，是不是也继续能够为那个城的 peace and prosperity， 为了那些人他们的平安，那些人的物质上的需要，成为祝福的管道？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而是让神借着我们来做。我们早晨撒种很自然，但是这个传道书所罗门说，晚上也要撒种。我们终于晚上我们很苦啊，很苦啊，神你在哪里？照样撒种，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种子会发旺。不管我们的境遇如何，记得我们不是神丰富资源的储藏所。华人有一个很好的美德，勤俭持家，但是过分的勤俭持家，我们变死海。死海就是有进无出，加利利海是有进有出啊。我们今天当然勤俭持家，我不是说不好，我们不要浪费。但是我们另外一个陷阱是，我们都储存起来以后养老用，我们给儿女用，我们都不再按照我们的神的心意来用，成为他祝福的管道。我最后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说，我在工业工程那时候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到底是读什么？我的指导教授跟我说，就是 cheaper, better, faster， 怎么样让事情更便宜、更节省时间、品质更好，这都是我们在所读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我读的东西，我后来发现跟我们的信仰有冲突。怎么说冲突？我把3句话跟大家分享。这世上的金钱管理都是更多能更得利。怎么样从股票、从兑回各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得利更多。是我们要勤俭持家，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但是管家不只是成为一个储藏所。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成为储藏所，是要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神儿女的目标是更有意义的善用神托付给我们的钱财。我在淡江团契的辅导，我到今天都跟他有联络。他到年纪很大了，他现在还是在各处，在各个教会传道讲道。他有一次到一个教会去，非常有钱的教会，很富足的教会，但是教会日文说波罗波罗，就是很破旧了。然后他在带聚会的时候，他的电脑，他的这个东西，然后教会的电脑是一个20年的电脑，他都不敢相信20年的电脑还可以用哈。然后他的投影都出不来，在那边很花时间。那最后想想，其实我那个辅导是过得很勤俭的生活。他说：“我帮你们奉献一台电脑好不好？”其实那个教会很有钱，他们不花，他们不花。我们不要成为守财奴，我们所受的影响，我们真的是一毛不拔。我们还会说为教会省钱，但是弟兄姐妹，神如果要我们花该花的，我们要花。我这边用一句话，更有意义的善用，不是浪费。但是我们不要什么都不用。不只是钱财是这样，时间也是这样。时间那时候我在学的是要更快更有效率。后来发现说，我们教那些年轻人，他们省了很多的时间。我后来问我那些学生说，那你省下来的时间在做什么？他用英文回答我 I save a lot of time to kill。 英文的 kill 就是说打发时间他就在玩电动玩具在看 YouTube Save a lot of time to kill。其实我们更快更有效率是为了更有意义的使用。今天我们养老是要活得长久吗？其实我们在教会看到很多活得很长，坦白说真的很辛苦我觉得活得很辛苦。但是我并不是说不要追求健康，我觉得追求健康是希望能够继续成为神祝福的管道。昨天许牧师说了，我没有留意到的事情，就是我母亲到现在都在老人大学，都在诗班，还在侍奉。她很讲究她的健康，
但是我知道我父亲跟我母亲20-30年之前早就签的 DNR，Do Not Rescue。他在教会看过很多的弟兄姐妹救回来，很痛苦啊。有一个听说是母亲，她签了 DNR 不要救，国外的儿子回来了，坚持要救。那从此他就在床上10几20年，他每次看到那个儿子就一直瞪他，一直瞪他，为什么把我救回来？我在这边讲的并不是说应该如何，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为了健康，现在我也为我母亲健康祷告，不是说她能够长命100岁，我希望她活到什么时候，就像昨天许牧师勉励的，她都能够侍奉服侍到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众人祝福的管道。希望我们都有这样子的心态，而且我们的才能，为什么让小孩子学钢琴、学小提琴、学各式各样子的东西？不是要人称赞，不是以后可以有很多的钱，而是更有意义的让神来使用。刚刚说你的心中心，但是技巧我们要去学。为什么要去美国读书？不是要夸口说我儿子读书如何如何，他在哪一个公司赚了多少钱我们养老以后不用担心，不是为了这些。如果他们离开教会都没有让神使用，投资的这些都是白白浪费。我们希望他们也能够被神所使用，所以这是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这3节的经文，希望我们能够学到，不管给国何派，我们都感恩知足，我们为神，不是为自己，为神忠心管理，然后成为神祝福管道。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在这边聚集，再一次思想你的话语，也回顾我们现在每天的生活。主，我们知道你真的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但是你在我们这世上经历很多的高山，也有很多的低谷。我们知道你看顾我们，爱护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但是盼望我们也能够忠心，能够在不管什么样的情况能够知足，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为神忠心管理，不管什么样子情况能够成为神祝福的管道。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咱感谢中信团队的讲道甲勉励，愿主赐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咱做伙用主教是新的诫命来回应伊的听。你着尽心尽性尽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日日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2条诫是中合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恁我听你要三听。你若三听，众人要得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回应的信息。612首，更有好歹变化无定，请起立。上帝跳过你，点主是的温暖免惊，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带你日头，带你出路，上。上帝在照顾你，
主最高拢要实际，上帝在照顾你，路途坎坷危险伊时，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带你来过，带你出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无论拄着哪段试炼，上帝在照顾你，耶稣扶持拢要也生，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带你来过，带你出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请坐，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回应主的恩典。奉献是一种代表，无论奉献偌济金钱，也是圣工的服侍，拢代表这是阮的全部。无明白奉献意义的，会当先卖奉献。全能的上主，阮感谢你，互阮有教业，随时拢有你的恩典，有你的平安。阮恳求你，假使阮谦卑服侍，互阮做你忠心，嘛有听心的奴仆。这是阮来献上一寡真君互你，嘛献上阮家己，叫你甲阮同行，互阮专心尽心一世人跟对你。这祈祷拢是为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请坐。伫平安礼进行，咱先来欢迎今日的新朋友，有4位：洪于静、周沐晨、周燕珠、高子晴。请来大家来欢迎。要自我介绍无？她是丽珠老师的媳妇跟孙子对，孙女。
在后是，对，牧城在副堂。还有 ，OK。子晴有来过，只是很久没有来，所以我们跟他打个招呼。然后第3位是周燕珠，是传山弟兄的朋友，你们公。好，真欢喜吼，会当看到侪伫咱中间的新朋友吼，嘛有侪久久无看到，你莫歹势哦，我即摆要画面，你莫歹势。好，翠云姐今天有来对不对？雄风兄的太太，挥挥手啦，你不要不好意思哦，好，然后还有那个小嘉恩。早上看到你跟嘉恩好，还是大一，应该是下学期了嘛？好，你现在应该在下学期 ，OK 是大一哈。然后还有那个传山兄的朋友哈，静涵对，你好，好，还有那个虽然昨天有见面哈，世成兄跟琼瑶姐，没有，我跟你们说。可是你们2个是这样，就是你每个礼拜来，我就不会说好久不见，这样好不好？这样我们很过分。每个礼拜来哦，好。然后还有许久不见的苏怡，你坐那么前面，好开心。弟兄姐妹们，我跟你们说，今天礼拜1开始，清明长老到处找不到许牧师，你知道许牧师坐在哪里吗？我坐在那个修汉兄的位置，因为我实在太好奇，是安怎迄个咱伫咧礼拜的时阵吼，你拢无徛过台顶吼，除了会中集吼，我就很好奇吼，我想讲奇怪，逐摆食拢空吼，所以我今日终于可以当会友，所以我就刻意去坐在那个位置，我非常惊讶坐在那边什么都看不到啊，真的，然后结果。很多就是路过我旁边的人就说：“柯博叔，你今日坐下？”我讲：“无，我想要感受一下。”毋过吼，我什么拢看无。结果你知道旁边人跟我讲什么？那是因为你太矮。但是因为开始宣召了，我跟你们说，我就觉得不是啊，真的看不太到，所以我受不了了，我还是坐到前面。我发现坐在这个位置，我跟各位弟兄姐妹推荐。这里视野真的非常好，海景第1排都没有人在挡你，你可以很清清楚楚的看到那个廖传道，然后他的讲话、他的感情，还有包括 PPT 是为你而预备的，就是在这个位置很棒所以还是因为真的是因为我太矮，我真的坐在后面那个王英蝶丢了吼，甲丢了就坐伫我头前，我就想讲你也砸着我。好啦，欢迎大家，好不好？好，尽量往头前坐吼。好以乐跟嘉乐，你们2个姐妹怎么分那么开？想说，我刚看，你妹在后面哈。好啦，那看起来大学生大家都在开学中哈，真欢迎大家。咱今仔日结束了有教会各资法。请中集，好，你要多听几次，你一定要多听几次。好，今天真的是希望大家都留下来学习。一雄，好，真正欢迎新朋友。咱即马来唱平安礼的诗歌。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因为你来比有主的音乐，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主的听真心。咱甲四美洲的朋友来拍招呼，来问安。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
帮助的听即时来听你。请坐。咱来读根据吼，伫周报消息报告的头前，吼，咱台语甲华语拢来读一遍，吼。我知影点伫美前，也知影点伫富足。何时饱，何时枵，何时富足，何时欠客，凡事我拢老练。规日必须四张12节。华语，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任何事情，任何情况，我都得了秘诀。腓立比书4章12节。咱来看报告的事项。消息报告第一点，主日讲台。本主日邀请廖忠信传道师前来讲道，愿上帝祝福，并纪念忠信传道的服侍。第二点，心灵主日学。本主日后邀请肖文娟姊妹分享教会个人资料的管理甲使用，请兄姐老婆来参与。下主日后邀请蔡成廷兄弟分享两个人的 honeymoon trip， 请兄姐老婆参与。第三点，2026年大溪野外礼拜，吼，5月24日，吼，礼拜日，吼，要参加的兄姐，请到公部那登记，费用交予玉珍执事甲绿建干事，报名到5月17号为止。第四点，关怀事务组公告。为着响应环保，邀请大家早家己的地杯啊，顶头写名，会当放伫教会来使用。教会有橱柜会使放。第5点，是4月的寿星，请。等下，今日有庆，今日有庆生，好。团契消息，请咱家己看。具体消息，洪道安甲彭玉芳结婚感恩礼拜，本会洪道安兄弟甲彭玉芳姊妹已经伫昨4月11號拜六。透早伫教会舉行结婚感恩礼拜，願上帝祝福因所建立的家庭。毋知今日這對新人有來無？咱大家該祝福。教育的消息，咱家己看。下面的公道請。好，今仔日会是4月份的寿星容许我进那个省这个称谓我先甲大家介绍咱4月份的寿星。第一位梁日辉是4成兄甲琼瑶姐的大汉的后生，伊即马伫越南，嘛有一个宝贝的囝，两个，所以阿公阿嬷真欢喜，今仔日看到恁甲大家做伙礼拜。第二位洪英琪是洪明道长老的小女儿，启志兄坐伫后壁，大家应该真熟悉，但是可能有知影，伊10年前是高定教会直笛班的家长。张崇明是安慧姐的先生，伊逐礼拜拢伫线顶甲咱做伙礼拜。廖无师娘，这毋免我介绍，伊伫昨嘛伫教会来庆祝90岁的生日，那伊陪伴固定教会行过57档的时间。洪旭恩，伊嘛是咱洪长老的长孙。
也是伫儿族长大的囡仔啊。最近几礼拜拢有看到伊嘛，有来到伫教会。再来是周丽珠老师。啊，头拄嘛有介绍伊的新妇甲伊的孙，啊，伊嘛是旧年升格做阿嬷。心怡姐，伊是逐礼拜拢坐伫遮，甲咱做伙礼拜，啊，伊嘛是松大的朴树朴，朴树朴，钟慧一执事，伊是萧明信长老的贤妻，啊，伊嘛是关怀事务组真重要的同工，佮有爱餐小组，每礼拜拢真用心咧为咱大家备办真好食的爱餐。萧文娟姐妹，等一下我们陈组的讲师。啊，伊是大学的时阵来到伫高顶教会，就互敬庆执事留落来做看手。啊，有一个古水的后生平恩，再来是月珠姐，伊坐伫头前，伊甲我讲莫甲伊介绍，但是我想要简单讲一句，伊逐礼拜拢是行路来教会，伊坐伫头前。廖忠诚是廖无师娘的第二个后生，以前嘛是圣歌队的指挥。啊，听讲伊拄来高定教的时阵，差不多1岁外的 baby 尔 ，baby 嘿。再来陈书涵是台大化工的博士候选人，啊，伊伫今年暑假的时阵嘛去到伫德国来实习，啊，伊有真好的音乐恩赐，啊，伊嘛有侪音乐的创作。啊嘛是儿主真好的同工，周琦是陈大姐细汉的查某孙，啊即马伫高雄读册，啊嘛是伫咱主日学大汉的囡仔。王迎兵长老，伊今日无伫咱中间，啊伊是旧年才退休，啊即马是世界游山玩水，啊伊大学的时阵就来到伫台北来读册。啊，伫高定教会食廖无师娘煮的饭，后来才真做骨科医生，啊，伫马街做骨科的主任，啊，时间过了真紧，伫高定68年的时间，王长老拢伫中间做伙拍拼。上尾一个是魏以晴，是为主政长老甲方慧姐宝贝的查某囝，啊，听讲即摆嘛是。伫迄个学术研究里面在深造，啊，我嘛真期待会当定会当看到疫情，甲咱做伙来礼拜，做伙来敬拜。4月份的受洗，敢有人要来到伫头前，要来分享生日的祝福？若无孙女，我要紧你坐伫位。我免讲，今日是我的生日，啊，我真感谢上帝，互我当行到这个90岁的生日，我真感谢主，哦，安尼个好。即马阮的同工嘛咧分生日的卡片，啊，我遮嘛有对信息222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想要送互4月份的受青。歌词安尼讲，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也做将来愿望，互阮闪避大应风台，应点安稳所在。全灵宝座阴影下面，圣道徛起安心。上帝圣手教夜通课，做阮稳当保护。正山还未生出以前，世界还未形成。你对永远就是上帝，久长不变无退。上帝做阮代代帮赞，搁做将来愿望。拄着艰苦，求你照顾，做阮永远问候。阿免。愿主上帝做4月份的受青的帮赞，互因应点安稳所在。伫头咧介绍这个名单的时，咱会当看到对儿子的囡仔，
到伫中年中生代的朋友，到伫时代，咱能看到伫阮生命每一个阶段，拢伫主上帝管理手中在成长。伊是阮世世代代的帮赞，愿主引带4月份的树青，甲每一位兄弟姊妹，嘛对着廖牧师娘伫信仰的脚步。昨牧师免的题目是主，当阮有困难的时阵，阮要为主来活。愿主经过阮的手所做的工，阮手所做的工，愿主经过伊。咱做伙来唱2遍的生日快乐的歌。第一摆是台语，第二摆是英文。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上帝是阮祝福，祝你生日快乐。英文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God bless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愿上帝祝福4月份的树青啊，祝福的祈祷，请牧师。真感谢关怀事务组的同工已经用心来设计咱的生日祝福的方式我真意外这就是咱的成长。各组的中级甲同工做伙用因的感动、因的想法互咱的伫教会内面所有的活动甲祝福有没有很亲切？有感受到改变吗？那就是上帝的恩典跟祝福啦。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阮献上感谢，你满满的恩典，充满伫阮4月份寿星年的内面，阮所有的兄弟姊妹，透过祝福因的性命来感谢你，放伫阮的内面，你对阮性命的祝福，愿你来经过阮的生活，阮的性命所活出的款式，通归荣光互你，愿平安也充满伫阮众人甲寿星因的中间，同心感谢祈祷，是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同心来祈祷，你听你帮助阮的生命的主上帝。阮同心自执，伫你的面前，阮做项的代志，要三角来向你来祈求。阮恳求你，你的圣神，透过今仔日的信息，来提醒阮的生命，祝阮较无成做一个良善、疼人、忠心、听主的人。主啊，这是我们渴慕的生命。求你，互阮有教育的困力，愿意来学习。求你纪念阮的心，求你赏赐阮教育的能力，互阮愿意做的事，阮就得到，阮就学习，阮就学到啊。阮也要为着伫阮中间心生灵欠安的兄弟，仰望主你的保守，得到兄还是贤恩，或者是义风兄、妇孺、执事、宝金姐、安慰者，还佫有侪侪身躯欠安的兄弟，主阮恳求你，伊伫的大关联，充满伫因的中间，也扶持因的性命甲健康，保守因会当早一日恢复因的力量。我也要为着刷者来教会影音设备的更新，或者是阮修缮的工程，仰望主你的带领，互阮会当顺利。主，阮要做好的管家，
也求你，互阮有伫你的智慧甲能力，将上帝你交托互阮的工作，阮尽心尽力，将伊做好势，通归荣光互你。为着伫台湾徛起的每一个台湾人，也阁有阮的民主自由，阮的社会和谐。主，阮仰望主你亲身的带领，互阮伫祈祷中甲台湾三甲同在，互阮照主你的旨意来祝福这个土地，互阮照主你赏赐阮的智慧来影响这个土地，愿你人民愿，也将国际中间受到痛苦压迫。追求和平，这个国家的人民，求你怜悯。我们不知道这痛苦什么时候结束，但主恳求你帮助。阁有侪祈祷放伫阮的心中，阮谦卑来到你面前，求主你帮咱。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做伙来吟。落尾先是请起立。诚心观念，教人感动，行去到人心内。三位一体，教人相通，只是到万世代，只是到万世代。伫恁的生命内面，毋通袂记你，恁的好甲歹，恁所得到的、所受提起的，拢是对上帝遐来的。着用谦卑、用满足的心灵来倚靠伊，来过逐工的日子。经有无论好歹，拢有上帝甲恁的人生三当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一听同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到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请咱听候音乐结束，再来起身。